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紅棗甜滋滋，一次食10幾粒先過癮。小龍，慢啲食，呢啲唔止係零食噶，呢個叫藥食同源。紅棗係食材，亦係補氣養血嘅藥材。哇，原來紅棗都係藥。你睇菊花、生薑都一樣，入得廚房，入得藥櫃。咁平時食嘅嘢好多都係藥。紅棗之利，濕熱體質食多咗會冇胃口、生口瘡噶。哦，原來唔係人人都可以食。菊花清肝明目，食啱潤眼，但脾胃虛寒食多咗會肚屙噶。飲花茶都要睇體質噶。生薑溫中止嘔，凍親飲薑湯就好。上火食就火上加油。原來食啲嘢要睇時機噶。咁我今日冇濕熱，食一粒紅棗得唔得？我脾胃唔寒，飲菊花水得唔得？聰明，藥食同源，重點係適量同合體質。原來日常食嘢都有咁多大學問。藥食同源，順勢而食，方得健康。以後食嘢要留個心啦。